我有画面无？我们指甲拢关伫遐，有个人关伫厝了，开始黑白想，所以你的性命嘛，毋是为着黑白想来活的，你的性命嘛，毋是为着病痛来活。有介侪人一世人就是这个病痛祈祷拍拼医病了，好啊，过来，过一2年又过一个病痛，所以做牧师会看到迄个姊妹、迄个兄弟，10年、20年拢咧病痛。请问你一世人来世间是要为着破病休啦？敢是？毋是啦，亲像咱福音人，若你无爽快，先讲我的一生毋是为着煮饭洗衫啦，对不对？有无？互咱这姊妹当受气先，会甲因翁安尼呛声哦。我这世人毋是为着煮饭洗衫对，无你这世人为着啥？我这世人为着啥？其实圣经内底讲，你这世人为着要成就上帝的珍宝，成就上帝的珍宝，你这世人要为着上帝国来效力的，有阿妹无？毋是为着病痛，毋是为着挂虑，毋是为着忧愁。当然，这一切拢有，这拢有，总是你袂当将这当作目的地，你袂当将这当作是啥？你就是安尼活尔定。你只是那么只有做一个信徒，你只当是要做上帝的同工。甲你边人讲，你是上帝的同工哦，你是做小基督哦。这才是你的目的，这才是我的目的啦。哈利路亚！所以，咱就要建立一个祭坛。这个祭坛，毋是只有认罪悔改，这个祭坛是要得胜，要得胜你的罪，要得胜你的罪性，要得胜我的困窘，要得胜世间介济困苦烦恼重担。伫阮遐有一个医生，伊为西部去到我遐，就是妈妈已经年老啊，妈妈今年89岁啊，有老无？真老啊！总是前几年妈妈真无法度，病痛人就郁卒，老人若郁卒的安怎？足歹顾，若足歹顾咧。咱台湾人定咧讲，迄个病人也足歹顾安怎？顾伊人的生。我无讲哦。顾人真正顾到无法度，但是伊先离开这个世间，所以顾人顾到忧郁症，全时间咧顾呢。毋敢若囝忧郁症，大查某囝，逐工倒来甲看，尾也当因母也当袂牢，逐工倒来，入来就甲因母也冤家啦。请问，人活着为着冤家来活吗？嘛毋是啦，要安怎？这个兄弟毋知要安怎，这个医生嘛毋知要安怎。尾伊总用咱今仔日得胜五口诀，伊总哭了甲伊的太太哭了用得胜五口诀祈祷1年了，上帝伫伊的家做足奇妙的工。毋知当时伊的妈妈迄个拢无去啊，毋知当时伊的弟弟迄拢好去啊，毋知当时迄个困境拢无去啊。哈利路亚！佮今年29暝我打电话来讲建宏，你今晚要转去厝食饭？伊讲我听到牧师，你敢会遐准？我今晚车都停伫阮兜的门口口，伊停的。我他停在入面，特别陪阮妈妈食饭啊。我交代讲如果你今仔日问你妈妈，伊若肯洗礼，我委任你当场甲洗礼。伊是长老，会当安尼无？长老教会法规有安尼啊，你会当委任吗？因为老人破病啊，什么时阵要离开这个世间，无人知啊，所以我委任。结果食饭饱，敢有甲因母话讲？无啦，为什么？我感觉伊遮想安怎，足困难的啦。我的妈妈是古早企业拢伊咧花的，太难的啦。总是因为牧师有甲敲电话啊。伊爱做一个交差无？伊讲好啦，我著去你楼顶，因为妈妈已经转去爬去甲楼顶啊，
伊就去楼顶甲问讲：妈妈，我牧师打电话来呢，讲哦，叫我甲你问，你若今仔愿意信耶稣，伊交代我随时替你洗礼，好毋好？因母啊，讲一声甲答应，讲好。哈，伊甲伊太太甲两个囡仔听者拢戆呢，因为祈祷30几年啊，拢无法度。迄天甲问，讲好，哈利路亚，哈就，而且当场就甲洗礼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过去咱拢为着你的家，为着你的工作，为着你的教会认真的祈祷，其实。伫你的家，伫你的教会，伫你的区域，有一个黑暗，甲你打掉的，甲你打掉。你拢伫遮祈祷尔，你无突破这个，所以你的祈祷无够有较大的困难，所以你的祈祷无够较大的关闭，因为你拢缩伫迄啥？啊，总是主要所基督教你的祈祷文是啥？爱先求愿你的国。临到啊，伊的国伫对，全地啊，有阿免无？耶稣基督伊爱是安怎？全地啊，结果咧，你拢祈祷安尼啦，啊，真正冤枉。所以毋是耶稣的问题啦，是咱接受这个主的祈祷，咱接受毋对去啦。有阿免吗？阿免。总是我要问，为虾米？你祈祷着先求伊的国，甲先求伊的义，这个其他的问题，就介紧会当突破。当然，开始要突破这个区域性，突破这个国家级的，爱时间，需要时间，你才有法度突破。咱来看这个灵界的组织图，灵界的组织图，咱来看灵界的组织图。哇，还未出来，喺头前，迄个喺后壁，灵界的组织图，喺个后壁，个后壁，个后壁，对，这个灵界的组织图。第1所第6章12节讲，咱征战毋是甲属血气的征战，咱征战是甲啥征战？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执政的、掌管的，啊，过来咧。关于这黑暗世界，甲空中属灵气的恶魔，啊，这有做一个，你敢知？这有做一个。咱来看执政的掌管，这是一件代志。啊，希腊文读作 Arkas，Arkas 执政的，复数阴性的。啊，掌管伊地理的所在叫做 Exousias，Exousias，Exousia。嘛阴性的，伊嘛复数，你有看到无？哈，Arkas 是一个区域性的灵界，伊的上悬的主管。啊，为什么复数？伊奇怪，咱中华县的县长几个？一个吼，我甲你讲好消息，伫灵界内底可能有3个。哦，啊，一个。所在有3个主管，请问，迄什么代志？迄叫做分配不均呐。哦，这对基督徒来讲，这是好消息。为什么好消息？爱到分配不均，这个弄迄个钱，迄个，所以较侪人摆伊就较大声，啊，较少人摆就较细声，所以会变来变去。所以基督徒，你若愿意合一，你就当得胜。有阿免吗？阿免，感谢主啦。所以，地理迄块土地，总是迄块土地有3个主管，啊，代志大条啊。总是对基督徒来讲，这是啥？福音，哈利路亚。第2，伊叫 Cosmos，Kratoros，Cosmos 叫你若会晓英文的，迄叫做啥？世界。Kratoros 你若会晓拍空手道，迄叫啥？跆拳道。Karate 日本话叫 Karate， 迄叫啥？武力。伊用武力。来治理这个世界，就以掌管这个世界，迄是啥？超过区域性的。所以圣经内底古早讲的犹大省，哈 ，Exousia， 甲阮即马花莲县面积共款大，伊的主管圣经翻做巡抚，
对不对？对，总是灵界，有的是关公，有的是妈祖，有的是王爷，无一定，有可能三个拢做伙，啊，对一仙较侪人拜，迄仙就伫遐，伊做大哥，啊，其他变二哥、三哥，总是管辖迄个黑暗世界，已经赢过规个台湾啊！啊，你敢知影？伫台湾，敢毋对一尊，伊是比台湾这个官兵阁较大个？你有这个概念无？因为你可能今仔日第一届听到这，对一尊已经赢过台湾啊！当然，上帝一定是咱一般人咧拜，有无？妈祖对，伊毋敢若台湾拜，中国嘛有咧拜啊。请问新加坡敢有咧拜？啊，阁有无？观音，日本敢有咧拜？有啊，韩国敢有咧拜？有啊，迄跨国的啊。其实阁有一尊你拢袂记即个啦，回教啦，回教迄尊，因一工祈祷几摆？5摆，因一工祈祷5摆。哦，这嘛跨国的呢？啊，请问，啊，新冠肺炎这是对一国的？全世界，哎呀，恁足有概念的啦！哎，婆声甲你拍咧。对，新冠肺炎全世界拢乱七吵，唔敢若全世界乱，防疫乱，政治也乱，经济也乱，所以这全世界啊，请问你要怎突破这个新冠肺炎？除非你提升你的祈祷的阶级啊，以前咱拢祈祷安尼啊，除非你即马祈祷对，毋敢若为着台湾祈祷，阁为着世界祈祷，你拢祈祷一度的啊。耶稣基督讲：愿你的国临到，上帝的国伫全世界啊！哈利路亚！啊，伫世间的情形就是安尼，你若突破迄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，迄个属灵的恶魔朋友嘛，会当翻做圣神，会当翻做灵的物件，伊是中性的。啊，中性的是啥？属啦。啊，阴性的、阴性的是啥？第二大、上大的啥 ？Cosmocratorus 管辖这个黑暗世界。所以，当你了解这个灵界的组织的时候，你才知讲啊，安尼我过去我拢祈祷到安尼尔，无怪拢无法度突破。台湾的庄脚教会无法度突破，上大的困境就是这啦。这是我无过30年来。一个结论，因为伫咱的教会界内底无咧教这啦，你拢记得安尼啦，莫怪拢地死啦，莫怪你若小可有活力的时阵，人扶我就起来，你遐甲你哄的啊！啊，你就一直拢无突破，啊，你无突破，你无突破到世界恢复耶稣基督，原来伊对教会是咪是要互你有世界级的权柄，有世界级的能力，啊，你就拢唔知，你就唔爱。直到无法度突破，就是无法度。啊，要安怎突破？5支镜头照啊！看到你的讲义，第一叫做自管而乐。啊，上尾啊，祈祷了嘛安怎？自管而乐，莫唱再会歌啊啦，拜托的啦。自管而乐，佮自管而乐。为什么尾啊佮爱自管而乐？因为尾啊佮自管而乐，讲我所祈祷的家己祈祷煞，我从这拢交互上帝啊。啊！你交互上帝了，你就安怎？一直学乐。啊，总是台湾人祈祷还祈祷，学乐还学乐啦。所以我祈祷好了嘞，佮起转来烦恼啦，可怜哦。有无？介济吼，甲你骗讲，迄个人毋是我哦，迄个人毋是我哦。啊，古早我就拢安尼啊，我嘛是我细条神经诶，祈祷煞阿免了，佮开始烦恼啊，敢真诶？拢安尼啊。总是即马通过学乐个学乐，你敢知影？我会当工看会到灵界，当你咧学乐的时阵，不断学乐的时阵，亲像迄个涟漪，一粒石头啊，弹落湖水内底，伊就一直扩散，一直扩散，超过100倍，超过1000倍，超过10000倍。你愈学乐，大家愈欢喜，迄个欢喜学乐的开到对天顶降临到世间，伫迄个灵界中传出去，突破这个黑暗。哈利路亚！
你敢知影这是3000年来的智慧啦？啊，拜托，唔通去共唱再会歌啊啦！所以后摆唱着上演安怎？真正欢喜快乐，拜托个弹琴的，你加弹2摆，本正唱1摆，唱3摆，好唔好？好，当然这是我的建议啦。啊，只有甲你讲，唔通去共唱这再会歌啊啦！亲爱兄弟姊妹，来，自管而乐，自管而乐。啊，头前为什么自管而乐？因为自管而乐是你的心、你的灵，规个拢向上帝来拍开。当你的心、你的灵向上帝来拍开，上帝上容易带伫你内底。有阿妹无？上帝上容易带伫你的教会、咱的聚会。有阿妹无？无怪圣经哪讲？咱来看诗篇100篇第4节，就称谢入伊的门，而乐入伊的院，就感谢伊，而乐伊的名。有阿妹无？其实这就是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，愿你的名最圣。主的基督文早就教你自管而乐啊！耶稣知，以前咱无解这段的经文，我唔捌听人安尼解。你读希伯来文，你若去查字典，你就知。愿你的名最圣，第一叫做遵守上帝的命令。第二，伊的意思叫做高举上帝的名，这叫做愿你的名最圣。希伯来文、希腊文的字典拢安尼写，有阿妹无？自管而乐了，你就该认罪，因为人若无圣洁，无人会当亲近上帝。今仔要教你加一项，叫做爱为着你的家来祈祷，为着你老爸的家、老母的家。你敢知影？伫圣经内底有一句话足特别、足要紧，咱请黄牧师来读利未记16章第6节。毋免直接伫顶悬，嘿，咱甲读出来就好。来，咱做伙来读。来，阿伦爱将赎罪祭的牛犅献上，为着家己甲本家赎罪，爱为着安怎家己甲本家来赎罪？为什么？大祭司为着伊的家献牛犅，请问为着国家献什么赎罪祭？毋捌想，你毋捌想过这个问题吼？可能你毋捌想过，毋知除了阮场团队以外，你来摇看觅。请问为着国家赎罪，你爱献上什么做祭物？哈？我祷告，无我讲旧约的时阵呐，因为为着大祭司是献牛犅，公的牛，爱献上羊啊，什么羊啊？毋是公山羊，为着国家献羊犅，为着大祭司伊家己甲伊老爸老母的家献牛犅，你有听毋对无？你敢毋听毋对？为什么？我想要几年，我尾一个结论：上帝足现实的。哎哟，我书里开讲，上帝足现实的。请问，如果大祭司伊家己伊老爸老母的家无处理掉，无献迄个赎罪祭，无互上帝保护甲遮看，请问因兜会出代志袂？因兜若出代志，伊家己也出代志，请问伊献的祭，敢无都替你担罪？哦，原来咱的上帝足现实的啦，伊足务实。伊足要意你的家，伊足要意你老爸的家、老母的家。所以我若祈祷，我头仔伫遐，就祈祷求上帝你的保护遮坎。我老爸的家、大兄二兄阿姐，我的家，每一户每一家每一个，我老母的家2姨、3姨、4姨，每一户每一家每一个，你的保护拢遮坎我。因为我出来服侍，请问连介敢知影你出来服侍？知啊！请问伊会找恁兜对一个人，烂的迄个，所以伊足要意你的家，
要伊你的家，你为着你的规个家，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，所以献上牛犅，牛犅。所以《希伯来书》12章14节，咱做伙来读：恁爱追求甲正人和睦，而且爱追求圣洁。若无圣洁，无有人会当见主。所以你要亲近上帝，有一个条件，只有一个条件，你爱圣洁。有阿妹无？所以，毋是你祈祷开始，你就求东求西。过去咱拢讲为着教会祈祷，为着牧师祈祷，来就开始安怎？为阮兜祈祷，毋是你减一个，你减一个要紧的步，叫做安怎？为着家己，为着你老爸的家，为着你老母的家，认罪，求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。哈利路亚！第二，你要献祭，献什么款的祭？圣经交代，你透早透暗拢爱献烧祭，烧祭的规只羊啊，拢烧了了，就表示你规个人对头到尾，对你的心思意念，到你的生活动作，规个人，包括你的罪性，规拢献出来，所以叫做献性命的主权。咱做来读利未记第1章第2节到第4节来。你晓如以色列人讲，恁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，爱对牛群、羊群中间献净生做供物。伊的供物若用牛做烧祭，就爱伫会幕的门口口献一只无有拉绳的牛犅，通伫耶和华面前受感纳。伊爱换手伫烧祭净生的头壳顶，烧祭就受感纳，为着伊赎罪。所以烧祭是咧处理你的罪性。人有罪性，当然我嘛有罪性。我定定讲，我客人就是啥？该勤俭，倒边讲是啥？该哭。客人该硬颈，倒边讲是啥？固执的。所以你用伫对啦。请问？你敢两项拢有？一个人格都有两面啊，念伊这面，念伊迄面，念伊好，念伊歹。请问你爱认罪啊？莫认罪？爱认啊！阮太太讲你有够固执的。我讲我择善固执，伊就搁气。但我头天等伊想想讲对了，迄项若甲真理无关系。我讲太太，迄甲真理无关系，我收转来。爱无？哎呀，两个翁仔某活做伙上高磨，为什么？我着上亲啊！上亲拢无上忝啊！有阿妹吗？阿妹，所以这个罪性，你会定祈祷无？爱啦！你若无定祈祷，逐工安尼将你的罪性献出来，请主来处理。迄人无法度处理啦。所以咱搁爱献生活的祭，叫做供物。数字对我来读希腊文，读做明哈，迄个哈叫做强喉音，明哈，表示这足要紧的。明哈，王啊，我献互你，代表我甲你立约了，我诚信，毋是诚信尔，叫信心，我拢无改变。我尊重你做王，你所讲的我愿意听，我愿意来行，迄叫做供物。所以咱来读利未记第2章第1节到13节。若有人献祭做供物，互耶和华，就要用幼面、蓝油加上乳香。既若献做供物的供物，拢爱用盐来调和。伫供物的顶端毋通缺上帝甲你立约的盐，一切的供物拢爱配盐来献。你敢知影？咱讲的数字就是供物，足粗俗的。为什么粗俗？伊内底有啥？有米粉，佮有啥？还是甲蒸做饼？盐，佮有啥？乳香，佮有啥？其实伊包括电子，所以讲起来，伊三项叫做粗俗的五谷、五谷、新酒，加啥？油，五谷、新酒、油，
有够粗俗的。为什么安尼？大家人拢遐尼起啊！恁兜无论偌善，你拢遐尼起啊！你家只要家己有政策，还是你去缠的 QQ 的，就有啥？就有五国啊，啊，甲活活就好啊，就会当现啊。好，啊伊啊，用草杆啊，啊，甲植油出来，嘛会当现啊。过来咧，酒，你若会晓做酒，古早酒毋是工艺局的啊，是你家己做的啊，这你拢会当做的啊。所以拢足粗俗，因为逐个人拢会当现。总是宝贝有两项物，第一项叫做啥？乳香，乳香是献互贵族甲王的礼物啊。所以为什么咱伫长老教会定定咧讲，你若敬畏上帝的人，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来服侍主。有阿妹无？因为你人虽然真粗俗，总是你的心无粗俗。你听上帝的心，你敬畏上帝的心，一点仔拢无粗俗。所以，当你用你真心、真情、真意、真力来服侍上帝的时阵，你就是咧献乳香。哈利路亚！唔干那呢？你爱献盐，你盐就是表示我甲上帝立约。所以你若读会晓利未记，我甲你讲，你甲上帝爱亲，啊，你若甲上帝无亲，我甲你讲，你根本就唔捌利未记。因为你若盐献落，表示逐工透早透，你拢爱提醒你家己，我是甲上帝立约的人，所以我一世人守约无改变。我用我的命做代价，我一世人的确要将这个约做甲完成。有阿免无？所以其实长老教会清教徒就是安尼精神在服侍上帝，你敢知？所以早前我伫我的教会，遐个长老1点钟就来教会啊！你敢知？啊，就顺教会，顺啊，伫遐看。我的阿嬷定1点钟前就带我去教会。我细汉嘛毋知伊咧创啥，慢慢咧较大才知影讲，伊伫遐咧对周报啦。啊，伊都无读册，伊拢读白话字的，啊，就对，啊，就显，搁读。这是啥？长老教会精神。我伫东海读册时，我有一个在控制音响的，尾啊，伊诚做台中，迄叫啥？什么博物馆？这科技的咧，科博馆的院长啦，叫做高教授，长老教会出身的，1点钟伫遐用好啊，啊坐踮遐，迄日本精神流日的，迄长老教会你敢知？我呢啊认真的啦，哈利路亚！我搁一摆拄着一个老兵，我大概拢伊1点钟前来礼拜堂啊，周末徛伫遐咧献。年外，我去玉里年外了，有一天我挡袂掉，拢甲问，哈，我讲全弟兄，哈，牧师讲道，用台语讲道，你听得懂吗？哎呦，啊听不懂，已经来做礼拜要2年啊，啊当然伊比我较早到玉里教会啦。啊，我讲啊唱圣诗怎么办？伊拢先喊哦，伊讲。我就把它唱国语的，安尼有搞无？台语圣经伊个唱出国语的哦，啊！我体会到什么叫做乳香啦。伊虽然毋是台湾人，伊讲的广西的话，我听3成尔啦。总是伊坐踮遐，提早1点钟，古早做礼拜，搁1点钟、2点钟做透。伊无任何的野心，无任何的无欢喜，因为伊的命是上帝甲救的。伊咧做无道迄时，伊的好朋友伫7米底下咧做兵，伊也伫7米，结果送去到马经急救。伊讲哦，我已经起来了，伊的灵魂已经出窍啊，已经起来了。伊看到伊的骹，伊讲看到7爷8爷，讲哇来，台湾人也看到7爷8爷，想着啥？要来甲我拖啊！伊从紧张话讲安那，耶稣，耶稣！伊讲话4声啦，伊听见7爷8爷2个咧开讲，讲赶快跑啦！待会耶稣来就来不及了。伊迄是啥？伊是华裔啊，伊是老兵啊。所以伫自然界，伊的急救的成功，所以尾啊伫7米教会洗礼，啊来到玉里个做兵退休了。
伊总伫玉里长老教会做礼拜啦。安尼有真中无？哦，真正有够真中的啦，听无搁倾听啦，有阿妹无？这叫做长老教会精神啦，哈利路亚！伊将伊的主香献了上，伊无未必伊甲上帝所立的约，因为上帝生命互伊啊，伊也愿意将伊的命互上帝。感谢主，了主，有阿妹无？所以你要为着家己清气，家己第三为着上帝国祈祷。今仔日要加一项，就是你要祝福以色列。为什么要祝福以色列？你感觉第以弗所第2章15节，咱先来看以弗所第2章15节，全新的真理，咱做伙来读。而且用家己的身躯废掉冤仇，就是迄个记载伫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个照着家己造成一个新的人，如此就成就了和睦。迄个和睦叫做 shalom，shalom 叫做圆满。伫古早时代，伫圣殿内底，要入去圣殿内底，有一个叫做外邦人的院。然后叫做犹太人的院，外邦人只有在迄个围墙的外口，叫做外邦人院。犹太人你才会当通过迄个围墙入去到犹太人院，所以迄个围墙遐尼悬尔，到遮。伫圣殿内底，伊遐顶悬写，外邦人不准进入。违者，死。哦，表示你啊，弄入去安怎，掠着的很死。总是耶稣基督用伊的死，伊先为你死，伊将这个围墙甲拍掉啊！所以要成做一个新人，这个新人，希腊文读做 kainos anthropos，anthropos 的意思叫做啥？人类，这个人类就是旧约圣经你所读的阿东对落失败，所以上帝的新约竞选一群人，成做全新、本质上完全改变的新的人类，就是教会。外邦的教会加犹太人的教会加做伙，就是一个全新世界级的教会。有阿妹无？第一佛所后壁佫读咧，你会读去讲，因无佫称做外人，是上帝假的人，是一个甲圣徒同国的人，伊要称做上帝的圣殿、圣神徛起的所在。所以上帝国就是啥？全新的人类，上帝国就是全新的教会，上帝国就是新的祭司的国度，上帝国就是啥？圣神徛起的所在。有阿们无？所以为什么祝福以色列？因为你若祝福以色列，你就开始咧提升你，互你成做一个世界级的，你领受到迄个全新的人类的权柄甲能力。有阿们无？1991年，我去甲以色列读3个月，要倒来，我的院长是瑞典人，千交代万交代，讲恁倒去，逐工都要为着以色列祈祷，因为你若祝福以色列人，你一定要得到祝福。你听以色列人，你要得到祝福。好，阮逐个学生拢甲讲好，倒来1年祈祷7摆，350几工，祈祷几分钟？2分钟。所以1年祈祷几分？连15分都无啦。因为我无了解为什么，总是我读到这句了，讲哎哟，为什么我的院长千交代万交代？原来。你若起来，愿意为着你属灵的大兄来祈祷了，你就进入这个全世界级的祭司的这份，有阿们无？阿们。为什么交代你讲爱为着国家、为着世界祈祷？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。你若安尼祈祷，你就对这个，还过来看讲台，你就对你家己的家、家己的教会，你即马突破这个二林区，突破这个中华关，你突破台湾，你进入世界级，你得到全人类迄个权柄甲能力。有阿们无？这足要紧的啦。所以我才想着讲我伫新人伊写迄个上帝国的 paper 的论文，嘛咪论文报告。我到牧会25档以后，我才慢慢了解。
以前读拢无，总是我即马了解。所以，我即马互咱一个新的作业，拜托咱二林区等于安尼做。先求上帝国的祈祷要安怎做？你会祈祷到安怎？祈祷到二林区哦。为着以色列祈祷，为着中国祈祷，认罪悔改，祝福，然后为着台湾祈祷，为着二林区祈祷了，迄拢属于上帝国。你为着上帝国祈祷了，才为着你的需要来祈祷。有阿门无？阿门。上帝安怎命令？咱做来看，出来记记28章12节来。要将这两块宝石安伫以弗得的两条的金教头的金大顶面，为着以色列人做纪念的石，到遮停。为什么？大祭司，你伫你的金教头爱排两块石，顶悬刻几个支派的名？12个支派。所以大祭司本正伊的这份，就是爱排安怎？规个国家啊，下面搁读咧，阿伦爱伫两个金架头顶面打印的名字，伫耶和华面前做纪念。所以耶稣就是大祭司，即马你嘛会当直接入去甲至圣所啊，对不对？因为迄条通天的路已经拍开啊，所以你就是大祭司，你敢知？你问你的边仔讲，你就是大祭司，你敢知？你就是大祭司呢？你唔单单是为着国家台湾祈祷，你是世界级的通天的大祭司呢？有阿妹无？这唔是我随便讲的，这记载伫对。希伯来书安尼写的啊，因为耶稣已经将这条路拍通啊，你当直接入去到天顶的至圣所啊！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所以，咱来读以弗所第3章第6节，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伫基督耶稣内底，照着福音，同齐成做互事，同齐成做一体，同齐成做应允。我搁甲定心甲翻译，上落尾同齐成做应允，翻了还无够。伊讲照着福音，要同齐成做应允呢，做伙做互事，做伙做一体，做伙做伙伴，做伙要做伙伴，因为这个任务也未完成，你需要甲你属灵的大兄以色列的正教会做伙合作，将上帝这个命令甲做完成。有阿妹无？所以我昨甲你讲的迄个84岁阿嬷，伊嘛会为着以色列祈祷呢。阮母啊已经88岁啊。顶届我等于东港的时阵，伊甲我讲：成啊，迄个报纸咧报以色列即马安怎呢？伊讲哦，我食饭祈祷时嘛咧为以色列祈祷。哦，阮母啊头壳迄我洗掉啊！阮母啊88岁啊，我一礼拜陪祈祷2摆。我妈妈的头壳中，伊知影为着属灵的大兄来祈祷，伊知影迄个重要性啊。有阿妹无？伊知影为着台湾这个国家祈祷，伊知影迄个重要性啊！哈利路亚！我的阿姨嘛是，我的姐姐嘛是。咱要做成甲耶稣基督同款，因为你了解保罗伫世间祈祷时，伊知影世间的灵界的组织，伊知影伊遐倒转去甲耶稣基督的教导，先求伊的国，先求伊的义，这物拢要属你。有阿妹无？毋是只有你求的，连你无求的拢要互你。哈利路亚！有够赞的就对啦，有够赞的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为什么我会特别伫为着上帝国祈祷用较侪时间？因为台湾人你毋免教，为着需要祈祷，敢爱甲你教？毋免啦，好，迄拜拜人就足认真啊，3支香举开，好，就一直念一直去啊，对毋对？阮教会对面有一个逐透早，我就看伊举3支香，出来外口插一支，入去搁插2支。暗时啊9点半要困啊，我看伊迄搁点倒啊，搁插的，才会困。
拢看会到啊！台湾人足认真的，你敢知？啊，我问你，你敢毋遐认真？莫亲像我头仔讲的安尼，教会一礼拜祈祷偌久？40分，啊人外口的21点钟，拜托的，啊对较强。你家己想看卖哈，等于拜托恁教会小可讨论一下。所以其实阮教会轮早倒，阮的中心爱来轮呢，一个月轮一礼拜。啊，当然这是我将阮的所做甲恁分享啦。你要安怎做我毋知，总是阮安尼做，因为阮互迄磨着了，阮知。你若无灵界想空想芳，拢要甲你弄入来。总是你信的耶稣无比人较差，伊是全地宇宙万王的王。万主的主，有阿妹无？所以等于你要为着你的需要，为着你所得，为着你的教会，我感觉我有今仔日，是我同工无会遐祈祷的妈妈替我祈祷啦。其实我以前袂晓祈祷，你若我3分钟祈祷，我就毋知要安怎，我袂晓。啊，要安怎？我嘛毋知呢。每日圣神充满了，就迄个护士来接阮祈祷的，啊无我嘛毋知要安怎祈祷。我对着边仔两个咧祈祷，一个足听耶稣的，一个方言来变变叫，所以我对一个足爱耶稣，阮的长老娘，即摆诚做阮的传道，啊一个若祈祷咧，好头前拢无咧祈祷，伊若圣神充满了，那咧战争的变变叫，我伫即两个中间学习祈祷的，慢慢啊学，慢慢啊学，感谢主。上帝要互你的教会，毋干互你的教，要互你的家，包括你的对家族，要互你上班的所在，拢得到祝福。哈利路亚！所以有一个足简单的建议，就是你要固定安尼做。阿公阿嬷，我知影即摆阿公阿嬷足，迄叫足有纪律的。顶一辈因为日子介艰苦，所以伊的生活通常足有纪律的。阮教会一个88岁长老，到即摆幼儿园圣经读了，佮用背咧祈祷，祈祷要7点钟。啊，其实古早我阿嬷毋捌字，一工就祈祷7点钟啊，拢安尼。我较烦恼的是咱这少年家呢，50岁以下的，你介无用。啊，新的社会就拢安尼过啊，咱就无像古早遐尼啊骨力。我讲介骨力是70岁以上的，即摆70岁以上拢足骨力。我无会教会是安尼。我毋知影，佮等于你敢会解骨力？当然，我调工要安尼甲你问啦，因为我安尼甲你问，你会想着讲，牧师会甲你问，因为你要互上帝带伫恁兜，除非你继续不断祈祷，一直邀请，一直将恁兜的门拍开，将你的心门拍开，互上帝带伫你的内底，毋干那带伫你内，带伫恁兜，嘛带伫你上班的所在。你敢知影？上班的所在敢有人咧拜？有吼，你去餐厅食饭，餐厅敢毋咧拜？伊逐工拢咧拜呢。啊，咱做基督徒敢有？有吼，甲你变讲我有哦。至少对即马开始我就有啊，有阿妹无？阿妹，我对即马开始我就有啊。所以将你的需要带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大项事、小项事拢会使，然后安怎？至关而乐，咱做来读诗篇149篇第6节。愿恁的喙学了上帝最悬，手内有两面来的刀，为着要报复列邦，刑罚万民。哎哟，当你咧至悬而乐的时阵，上帝咧出手，出啥物手？伊讲安怎？伊互你手来安怎？一支两面来的刀。而且，伊会当抬到位列邦，抬到位万民去，真正假？讲我伫德堂教会咧祈祷，我祈祷了，迄个刀会飞到中国，飞到阿富汗，飞到以色列，真正假？你无甲试，你才会知啦。你敢毋甲试？你试才知哦。我顶年真正有甲试哦。我顶年去以色列找我的姊妹教会，以色列伫迄个耶斯列谷，耶斯列谷的古早亚西别，
伊伫遐饲介济法师的所在，因饲850个。尾伊利亚，甲迄个亚西别甲迄个巴力，遐个法师，伊伫迄个加密山顶悬伫遐车拼，因为其实吼，迄个耶斯列谷伫遐拢是世界级的啥宗教的总部。我毋知基督教在即个秘密也毋知，人伊世界级的拢知影要去到遐，伫遐去总部。迄是因的牧师甲我讲的。总迄间教会，规个耶斯列谷都一间教会，叫做 Sha'ar HaEmek， 希伯来文叫做谷之门，纵谷的门户。我替几多人呢？拢无过好啊！我去，我就甲迄个牧师分享得胜五口诀。伊遐普通时才15个到20个记，做伙记得。我分享讲，阮遐拢细教会啦，一间20个 20。30、40，伊听这种哇开，你敢知？迄个拿佛他利牧师讲 ，How much? How many？ 我讲 20，伊拢笑出来。伊讲恁20会当得到迄个区域性的 authority， 伊种哇开，总认真祈祷。我等下台湾了3个月，阮祈祷看到因迄个港大的会总问出来。哈利路亚！迄个话水总问出来，有阿妹无？因为了解迄个属灵的啥阶级组织，伊种认真做。伊甲牧师呢，因拢平信徒去用红木的，你敢知？伊无读神学院，着认真服侍，诚做长老。牧师要走的时阵，佮甲封做长老，甲封做牧师，足认真的去。我看迄笔记圣经拢放伫桌顶，写甲密密麻麻。认真祈祷，因牧师娘是一个有温素的人，会看会到灵界，足认真的。前礼拜去到土耳其伫做工传福音，而且伫土耳其遐人拢是伊朗人，有阿妹无？足认真的宣告。所以，当阮伫台湾至关而乐，阮为着耶斯列谷教会。伫迄个古之门教，我伫遐为着而乐，为着祈祷了。讲主啊，你互迄个祈祷的会、读圣经的会，伊看两个拢认真咧读圣经你着甲祝福。我听伊讲，因去到土耳其咧宣告迄个温顺的会、团会会，你甲烧到烧甲规个耶斯列国拢烧了了，迄个死亡的灵、法术的灵拢烧甲了。有阿妹无？这你要祈祷无？会啦，我安尼甲你讲，你着会啊。所以你着为着远方的你所听的兄弟姊妹。你可能伫外国有捌啥物人无？你牧师可能有捌，你着做伙祈祷。安尼，迄个火着一直烧，一直起来。你愈来愈恶了，迄个火愈烧着愈旺。有阿妹吗？结果3个月、半年，我要甲你讲的，亲像阮迄个医生，伊祈祷1年了，一个要死的94岁的阿公，伊是老兵。伊去甲看，总带伊信耶稣，带伊信耶稣了。医生开红单，因囝甲敲电讲，阮爸准备要过往啊。因为医生拢开红单，着转去了足忝啊！伊倒20分，伊愈想愈毋对。伊讲这人也未经历上帝，伊若转去死了，上帝耶稣人问讲这送出来，伊讲我见红出来，伊讲我要怎甲上帝交代啦？伊休困20分钟爬起来，伊甲太太讲：“我即马能力开得转来，咱做伙来病甲看。”去用得胜五口诀，叫安尼甲祈祷。迄个阿公总困去啦，因囝甲讲3工袂困啊。结果祈祷3分钟总讲伊，因囝甲拍手，甲比讲，伊还无了解，佮继续祈祷。他听到。护士来，甲讲阿公叫人甲印啦，讲你有没有好一点？阿公甲印甲好势淡淡，总甲囥落去困。一下医生过来，用个听诊器听，哎呦，嘿，夏公，你有比较好呢。如果没事，明天就可以回家。得甲开红单要死啊！结果咧，伊伫遐背祈祷。
10分钟尔，竟然会当出院啊啦！哈利路亚！这就是这个医生伊伫遐操练1年了，上帝的恩果就伊就流出来啊！所以毋是你随祈祷随有效，毋是你互耶稣基督住伫你内底，有阿免无？你要久长有迄个信心，有迄个信心，伫上帝的面前建立你的这段得胜，搁再得胜。因为圣经讲耶稣基督得胜，你的得胜，我的得胜。哈利路亚！咱随来做好唔好？好，来，你看咧哦。啊，其实你毋免看，你拢会记住啦。第一个叫啥？志愿乐乐。第二个，为着你家己老爸家、老母的家来认罪。第三，啊无，第二个安怎？献祭，献烧祭甲供物素祭。好，第三项，为着上帝国。我有一个简单的作业，就是你爱祈祷到二林区，我俩祈祷到花莲，对对开始祈祷，以色列，世界对一个国家你特别有负担，你要祈祷，过来台湾，然后彰化县、二林区，安尼上帝国才过一段落。第四，为着需要，第一项为着啥？你的教会，我若为着你的教会，爱为着。你的牧师，我古早就袂晓祈祷，是阮玉里教会阿嬷，差不多我算算有20个。你讲牧师啊，我拢逐工替你祈祷，哈利路亚！啊无我真正就袂晓祈祷，总是尾啊学甲会晓，上帝佫圣经教我。为着恁兜的欠缺，为着你的工作的需要，上到尾自愿而乐。所以咱开喙来祈祷哦，他听下祈祷。15分了，尾啊3分钟拢学了哦，安尼好唔好？好吼，说下水啊，卖句，牧师你卖句，互阮说下团队，唔好伤大声，知影有人咧祈祷，安尼互迄个祈祷的火当继续，继续来，咱开声来祈祷。万能用万主的主，阮献上满满的感恩，阮献上满满的儿女，感谢主儿女主，多多你看伫我儿女，多多你看伫我敬拜，感谢你儿女，你创造阮世间，阮活伫这个遮尔水的世间，你阮住伫二林区这遮尔好的所在，献上满满的感恩，献上满满的儿，多多你看伫我儿女，多多你看伫我敬拜，你毋干那创造阮，你毋干那反断你遮尔水的所，你搁阮一项足宝贝，足宝贝，你竞选阮诚做祭司，你竞选阮诚进入迄个祭司的国度，你要阮诚做君王的祭司，献上满满的感恩，献上满满的儿女，感谢你的名，我儿女你的名，万能用万主的主，我荣光归伫你，我高举拢归伫你，感谢耶稣，儿女耶稣，耶稣，我献上满满的感恩，耶稣，我献上满满的儿女，多多你看伫我儿女，多多你看伫我敬拜，感谢主，儿女主，耶稣基督，我嘛感谢你，因为你大生为阮死，你为着我所有的罪过罪孽，你为着我所有为人者，你为我死，你为我来到世间，你牺牲家己的性命，主，你为着我所有的罪过罪孽付出迄个死来献款的代价，你已经付甲1200啊！感谢你，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领受这个救恩，我毋免搁再死，我毋免搁再落伫迄个死亡甲阴间。耶稣基督我献上满满的感恩，耶稣基督我献上满满的儿女，感谢你儿女，多多你看伫我儿女，多多你看伫我敬拜求耶稣基督你的保护，洁净，我迄个罪性的较无，洁净我感冒的情欲，洁净我今生的骄傲。耶稣基督我来到你的面前，讲你是万能的王，你是万主的主，荣光的主啊！我荣光你的名主耶稣基督你得胜，我的得胜，感谢你，感谢主耶稣，主耶稣，耶稣献上满满的感恩，耶稣我献上满满的儿女，感谢你儿女，主耶稣我嘛将我老爸家、老母的家、大哥、二哥、姐姐、兄弟的家，每一个都用蒙交托伫你的手，将国位国界用蒙交托你的手，因你已经甲你离我总是无去甲教会，求耶稣基督用你的保护遮靠，你继续引带带领因人会当受这个药，而且信息来受这个药，献上满满的感恩，我必须来将义全家
三衣四衣全家主，阮将风三四场四勇猛交托伫你的手，新冠肺炎主无去教会，总是主慢慢恢复救赎你，互阿公主会起来，愿意起来载爸爸妈妈去到教会，感谢主，的主，或者肉已经甲你离别，或者羞辱到底，献上感恩，献上儿乐，感谢主，的主你是万能的王，你是万主的主，耶稣你得胜，阮的得胜，敢要得胜，敢要得胜，感谢主，我为着我属灵的大兄以色列来祈祷，阿爸父上帝，来求你来祝福，你祝福古之门教会，你祝福拿佛他的牧师娘，主，互每一天祈祷，搁再祈祷，读经搁再读经，主啊，因迄个读经的会，祈祷会，都一直烧，唔敢若烧伫古之门教会，嘛要烧伫规个耶斯列谷遐充满死亡，充满魔性，充满亚西别的灵，求耶稣基督，你互这个火一直烧到，将迄个污秽垃圾拢完全烧掉，烧起这个火，烧到伫加利利海四周围，烧到伫亚罗撒冷喜乐油教会，伫亚罗撒冷华人教会，实现牧师那某，求主你迄个火就烧到，献上满满的感恩，献上满满的儿乐，感谢主，主你是万能的王，你是万主的主，我荣光你的名，我高举你的名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你有以色列当脱离，主因为美国甲欧盟要逼以色列交出迄个土地来换迄个和平，爸爸上帝，主啊，你圣经内底讲唔通刷迄个地界，爸爸上帝求你，互迄个 Bennett 总理，互迄个 Bennett 总理会当坚持真理，坚持到底，互伊有信心，有气力，爸爸上帝，以色列即马这个国家，八政党合作会真正无简单，真稀弱，总是主，求你因为这个稀弱，你有 Bennett 甲所有的落去，愿你认真来追求上帝，你的帮助，认真来追求上帝的气力，感谢主，主，哈利路亚，献上满满的感恩，献上满满的儿乐，你是万王的王，你是万主的主感谢你，爸爸上帝，阮来祝福，祝福耶稣基督台湾求你的保护遮看规个台湾遮看中国，主因为是共产国家，就无信论，就无所谓的真实真理，爸爸上帝人伊讲的拢算数，主人骄傲到一个地步，伊讲的话拢算做上帝的话同款，爱人来守，爸爸上帝讲的话就是真理，主总是解释甲事实无同款，主伫阮台湾嘛解释即款的情形，爸爸上帝伫咧灵内底是念做伙，求耶稣基督用你的保护，来洁净阮人骄傲到一个坎站，就掠家己做王，掠家己做主，掠家己做上帝，爸爸上帝求你赦免这个罪过，赦免这个白贼巴结，因为无有真理，人就将家己讲的话当作真理共款。主耶稣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用你的保护洗净台湾。主，因为每一天对台1370个以上，爸爸上帝求你赦免阮台湾的罪过，赦免阮台湾的罪恶，因为阮敢阴间入狱。主啊，阮拜死亡的灵，阮拜好兄弟，主阮拜阿列姆，毋敢若拜阿列姆，阮拜神主拜主，是死亡的灵伫阮规个台湾，每一天拢咧拍垃圾的土地，求耶稣基督，你的保护洗净去，主啊，台湾有真侪地动，会惊兄弟主阮玉你是排名第一名，求主耶稣基督用你的保护，来洁净伫迄土骹底有遐尼侪污秽垃圾罪恶罪恶，我为着这个罪，为着这个黑暗的关系，流到迄个法官，求耶稣基督用你的保护洗清阮，拜我上车动，你的愤怒主，阮甲死亡平庸，主阮注意，阮人文主义最往到一个地步，人就掠家己所讲的，就是一切，求你用你的保护洁净阮的罪过，洁净阮的罪孽，阿爸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讲爸上帝，求你用你的保护遮看阮，用你的保护遮看阮，将规个土地对家人到屏东、花莲到台南，平我金门马祖，求耶稣基督你用你的保护来洁净每一寸的空间，每一个人的心。耶稣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讲你是万能的王，你是万主的主，
主耶稣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我。主，求你特别，你啊，流出你的宝血，来流过你所有的正教会，唔敢若阮长老教会、灵粮堂真理堂行道会智慧所天主教区所基督用你的宝血遮盖，因为主啊，你互阮正教会，阮拢会当得到全新的人为这个权柄。阿爸父上帝，主，阮过去拢为着家己的教会咧祈祷，为着阮家己所大的城市祈祷，我就感觉足好。总是主啊，上帝的规则，前2000年前主耶稣基督教阮的，就是爱成就伊的国，阮伊的国临到。阿爸父上帝，因为你爱阮，进入迄个全新的人类。主，阮脱离迄个对立的亚当，阮进入迄个全新的亚当，得到迄个全世界的权柄甲能力。耶稣基督，求主你互台湾的正教会会当领受着这个全新人类的权柄。主，互阮的祈祷，对阮家己的教会传出来，一直到规个国家传出来，一直到规个东亚全世界，求主用你的宝血流过美洲、北美甲南美。主啊，欧美甲一个国家过去拢是甲你离无国家，只是如今弃杀你的话，如今弃杀这个药，甚至亵渎你的话，亵渎你的药，求耶稣基督用你的宝血来遮盖。主啊，所有亚洲印度、中国、东南亚，主少这国家，这拢是拜偶像回教嘛拜偶像。主啊，这亚当你的手祈求你的宝血来洗清阮的罪过甲罪孽。韩国、日本，规个大洋洲，阿爸父上帝，人有当遐自觉到一个地步，就是掠家己所讲的做上帝，主家己做上帝，主阮骄傲狂妄到一个地步，求你赦免阮人骄傲的罪。耶稣基督，求你宝血遮盖规个彰化区，遮盖规个士林区，主互规个彰化区、士林区有你的宝血遮盖，互这个彰化区、士林区，主土地所有的罪过、无上死亡、人的自高、人的拒绝上帝，耶稣基督的宝血拢遮盖士林区的四个兄弟，求耶稣基督，阮欢迎你，阮欢迎你来，你伫士林区做主做用，宝血遮盖所有阮的罪过罪孽。阿爸父上帝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阮爸啊，阮需要你，爸啊，阮高呼你，主，阮人实在软弱，阮人实在有限，总是万能用万主的主，我求你，互阮士林区的正教会起来，唔敢若阮长老教会，包括灵粮堂真理堂教会天主教会，主，阮正教会拢起来，我倒转来，回头倒转来你的话语，阮回头倒转来甲你所立的约，主，互阮守这个约，互阮用你的话语祈祷，搁再祈祷。阿爸父上帝，你讲阮正教会、新人的教会，要伫上帝你的应允内底，甲以色列的教会同做护士，同做一体，同做同伴。我们要做伙拍拼，互这个应允会当成就，献上满满的感恩，献上满满的乐。阿爸父上帝，伫迄个生理场，伫阮的职场，求主你做工，求你做工，伫阮的家庭，做工伫阮的个人，互阮的灵命，互这个圣神的火、祈祷的火来点倒，或者读经的火来点倒起来，献上满满的感恩，献上满满的乐。万能用万主的主，阮延光你的名，阿爸父上帝，即摆阮用你上天父上帝你的珍宝来分享，阿爸父上帝，你互阮每一个人，阮拢进入这个天父上帝的珍宝，阮进入这个命定内底，你有全世界全新的人类这个命定，特别做像上帝讲，要做成一个祭司的国度，阿爸阮感谢你，阿爸，阮学到你，学到拢归于你，因可拢归于你，哈利路亚，独独你感激阮学到，独独你感激阮敬拜，献上满满的感恩，献上满满的学到，感谢主，学到主，天父，阮有病痛，求耶稣基督，你医治的溃烂。保护、流过阮每一个人的灵，每一个人的魂，每一个人的体，耶稣基督，
求你做工伫阮每一人的生命内底，所有灵魂体的困境，拢要突破，拢要突破。耶稣你医治的能力，拢要临到，拢要临到。阿爸，阮过去感觉真困难的，读经真困难，一工要读5章、10章足困。只是主，你将这个突破带来个阮二林区的建教的，阮会当突破。主，听讲这个所在足侪精神困境的，你耶稣基督，阮通过读经，阮上帝你的话甲读出来。主啊，迄个上帝的话就是话名，就是几粒，就要迄个光要问出来，当光若问出来，照伫黑暗就要四散，献上满满的感恩，献上满满的乐乐，哈利路亚！主，你讲阮接乐乐你最悬，阮乐乐你最大，阮的手内底就要举着一双面来夹，哈利路亚！我感谢你的名，哈利路亚！我乐乐你的名，咱进入至悬乐乐，咱进入至悬乐乐，万王的王。万主的主，主耶稣基督，你已经得胜啊！你已经得胜啊！哈利路亚！我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！我学了你，天顶地下，你已经拢得着权柄啊！你对死亡你个阴间过我，你已经死亡降服伫你的面前，病痛、妄想拢降服伫你的面前，你是万行事顶面，搁在顶面的万王了，你是万主的主，荣光你的名，我高举你的名，哈利路亚！感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！乐耶稣，多多你参与我敬拜，多多你参与我乐乐。你伫德登教会做主做哦，你伫二林区做主做哦，你伫中华县做主做，你伫台湾、中国做主做哦，你伫全世界5大洲，你就是万能的哦，你就是万主的主。我荣光拢归于你，我高举拢归于你。哈利路亚！天父上帝，我献上满满的感恩。天父上帝，我献上满满的乐乐，多多你参与我乐乐，多多你参与我敬拜，感谢你的名，我乐你的名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乐主，天父。你已经得胜，天父我乐乐你的名，天父我高举你的名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耶稣，天父我荣光你的名，感谢主，乐主，多多你参与我乐乐，多多你参与我敬拜，感谢你的名无煞，乐你的名无煞，哈利路亚，乐你，高举你，多多你参与我高举，多多你参与我敬拜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，乐耶稣，耶稣，我感谢你的名，耶稣，我荣光你的名，感谢主，乐主，哈利路亚。天父，阮献上满满的感恩；耶稣基督，阮献上乐乐；圣神，阮献上感恩。一切尊贵、荣耀、尊重，拢归于你。对这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。阿门。阿门。感谢主。咱头安尼祈祷偌久，15分钟起跳，有阿妹无？所以该紧啊，该久，该紧吼，对啦，足紧的。所以你当年啦操练，你若得胜5口诀，得胜的5个口诀，你若祈祷15分，足简单的啦。半点钟咧，嘛足简单。我知影恁的需要足侪，对不对？总是你逐工。也是恁家族，像我的家族，阮陪阮妈妈、阿姨、阿姐，一礼拜祈祷2摆，一个祈祷拢差不多35分到40分。读一段圣经，用一段圣经来祈祷来认罪，然后咧，阮一礼拜2摆，感谢主，我操练差不多2年外了。以前祈祷拢提吐吐，即马咧，一直去，所以。需要练无？爱啦，咱长老教会较少咧讲操练，叫做练功夫。爱练啊，莫练，爱练啦。甲你边个讲爱练功夫呢？这个功夫是对功夫，天顶的功夫啦。有阿妹无？下面，咱时间到，黄牧师。多谢黄牧师伊的分享吼，咱嘛有即个操练啦吼，心灵得到饱足，肉体软食，所以咱需要食饭。
好，啊，咱等下要食饭的所在是伫后壁。